3月31日夜晚7點，美國參議院上演咗一幕破紀錄嘅演說。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布克呢，由呢一刻開始展開馬拉松式嘅演說，一講就25小時6分鐘，打破咗美國參議院史上最長嘅演說紀錄。期間佢完全冇去廁所、冇食嘢，甚至冇坐低休息。25個鐘即係超過一日。一個人不停嘴咁唔食唔飲唔屙唔坐，講咗一日一夜，絕對係種特異功能啊！嗱，況且佢嘅演說係真係有內容嘅噃，主要就係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埋世界首富馬斯克。佢嘅範圍包括講對等關稅啦、聯邦醫療補助、社會安全保障、言論自由、減稅等等嘅問題。一個人講唔到咁多，所以布克呢，除咗發表個人嘅意見，亦都朗讀咗嚟自選民嘅信嚟到反映市民心聲。佢亦開放俾其他嘅民主黨參議員提問同埋發言，等演說呢能夠一直延續。因為只要布克仍然喺度發言呢，參議院就要保持開放。雖然最後改變唔到乜嘢，但係25小時6分鐘呢，係代議士要向社會呈現嘅一種姿態。一種對美國現政府極度不滿嘅姿態，佢哋甚至認為美國正係處於大是大非嘅道德危機之中。嗱，無論你係咪認同呢個長氣袋議員嘅行為，但係佢能夠搜集資料、做足功課，一個人講足一日一夜，呢一種勤奮同埋能耐係真係要敬佩嘅。畢竟議事堂嘅作用呢，就係俾大家議事論政，而唔係純粹簽到。不過呢，有人口若懸河一整日，有人呢就閉起金口一整年啦。日前呢，明報攞咗全香港470個區議員嘅開會發言次數嚟到做統計，發現有33個區議員去年呢超過80%嘅大會會議裏邊呢係冇發言嘅，其中6個人更加係全年零發言。呢6個人除咗一個係直選議員之外呢，其他全部都係委任或者係當然議員。有人話得把口未必係好事嘅，或者有啲人中意少說話多做事呢。咁於是呢，明報又做咗另一項嘅統計，記者翻查全港470個區議員嘅全年工作報告，發現直選區議員去年平均接獲1295宗個案，明顯呢就較委任同埋當然區議員高嘅。有當然議員全年只係接咗9宗個案，係最少嘅一個。同處理最多嘅2980宗個案嘅民選議員相比呢，工作量相差超過300倍。又會有人話數字未必代表一切嘅，議員接到個案亦都要成功處理先算數啊！佢哋喺大會開金口發言，亦都要有益有建設性先有意義啊！咁所以民政事務總署呢，亦都嚟打圓場話，個案數字係受多種因素影響。唔應該單憑發言嘅次數或者係接個案嘅多寡咧嚟到評定區議員嘅工作表現。咁樣我哋應該靠乜嘢呢？發言數字作唔得準，個案數字又作唔得準，市民應該用乜嘢嘅準則令到衡量區議員嘅工作表現呢？父母又好，老師又好，老闆都好，最忌係偏心。當有啲人撲心撲命死做爛做得唔到讚賞，但有啲人呢懶懶散散，只係憑關係就處處受到包庇，咁樣真做事嘅人最後只會死心離場，而受害嘅呢都係我哋普羅大眾。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